但係呢單嘢咧會激起外國，起碼咧全球嘅華人啊都會好關注呢件事，包括喺海外嘅，包括喺台灣，係嘛？香港而家都陸陸續續已經開始多人講啦，係咪啊？之前香港少冇乜人講嘅，我哋見到喂咁不公嘅事情，你冇可能你可以忍受得到嘅，你係咪先啊？一個大好青年啊，就咁俾你糟蹋咗，係咪？喂，好多人自甘墮落嘅，你咪搞嗰啲自甘墮落嗰啲咯，願意俾你哋去欺負嗰啲咯，係咪啊？咁你去夾硬去強迫人哋，有人即係有句俗語都有話啦，強扭嘅瓜唔甜啊嘛，係嘛？你夾硬嚟係嘛？呢個世界真係有啲咁嘅人，係嘛？即係佢嗰種權力啊，因為由於咧權力係唔受到任何嘅制衡，冇人可以阻止到佢，佢做乜都得，佢真係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。咁所以咧，呢啲事喺中國先會發生，喺外國一定會爆晒出嚟嘅，最終會好多嘢爆出嚟。